在中华职棒的选手摕到状元的选手张玉成，今仔日富邦悍将替伊举办嘉宾记者会，球团提供3档半，隆重价值9250万的合约，这创下中华职棒有史以来上大张的纪录。 穿着悍将99号球衫，张玉成正式加盟富邦悍将，球团是展现上大的诚意，提供3.5年，总共9250万的合约。How about this? I'm ready to go. 我看到你太太嘴巴的笑都快合不拢了嘞。是超过原本江少庆创立中职上大合约纪录，平均月薪220万，嘛超过林志胜的120万。张玉成是中职35年来上大合约、上悬月薪的球员。遇到了很多挫折，遇到了很多受伤，但我们还是二话不说，决定回来。然后也很感谢总经理。 给我这么棒的合约，我身体状况是已经100%准备好明天的比赛，明天的战场。身体是100%准备好。张玉成讲，以帮助球队赢球做目标。99号是致敬法官 Aaron Judge， 嘛因为9+9是国家队的后尾18号。 听到家己的应援曲，张玉成讲是真震撼。明仔载会伫咧新庄的主场来头一场比赛，球团是期待伊的加入提升实力。明年的选手毋是第1顺位。记者邱新志明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